咁你就錯啦，坐商務艙去台灣其實係一個好聰明嘅選擇。你唔信我啊？俾少少時間聽一聽我講，包你下一次咧一定會好似我咁答啊！依家提到嘅呢一切都係包晒喺裏面噶。星宇航空咧係我最近去台灣必選嘅航空公司，上年咧都拍片同大家分享過噶啦。除咗台灣之外咧，佢哋仲有好多嘅航線。記得睇到最後，因為我會介紹埋佢哋今年先新開嘅 lounge， 高雅嘅大地式設計係佢哋嘅 signature。一上到飛機咧，空姐已經準備好一杯 welcome drinks， 當然開咗個頭咧就冇俾佢停落去啦。香檳同埋 cocktail 咧都係任點噶 ，cocktail 仲有4款唔同嘅選擇。當你 enjoy 緊嘅時候，空姐已經準備幫你 set 好台啦。呢一個係我朋友叫嘅 set， 而我叫咗呢個紅酒燉牛肉 pasta。完全係餐廳嘅等級，熒幕對比經濟艙，尺寸更大，解釋度更高更清晰，每個月都有新片更新㗎。佢嘅觸控好敏捷，同時咧亦可以用手掣嘅。高質感嘅隔音耳機咧當然唔少得啦，同大牌子合作絕對有質量嘅保證。如果想爭取時間喺飛機上面完成一啲工作咧，都可以非常之放心。有無限量嘅免費 WiFi 使用，手機可以插 USB 充電，電腦亦有插座可以插到嘅。座位有唔少嘅收納空間，身高超過1.8米嘅我，伸直隻腳完全冇問題。起飛之後呢，座椅可以180度全躺式瞓低。佢哋有獨家打造嘅香薰 Home in the Air， 加埋佢哋提供嘅拖鞋同埋毛氈，令到你有家嘅感覺。落機嘅時候呢，仲有紀念品收添啊！今次收到係一副好靚嘅啤牌同埋好好味嘅糖。到咗必提今年年初喺台中機場啱啱新開嘅星宇航空獨家商務 lounge， 私人度極高，淨係得21個座位，淨係提供俾商務艙嘅乘客。食物係同台灣著名嘅餐廳聯名提供嘅，包括台中嘅鼎悅餐廳、日月千禧、丸美加冰淇淋、雲吞麵咧同埋雪糕係我極度推薦嘅。當然咧唔少得無限量供應嘅酒精。出發嘅時候咧，因為精力充沛，我會選擇經濟艙；而回程玩到盡呢，我就會揀翻個商務艙。除咗可以舒舒服服、輕輕鬆鬆咁翻嚟呢，2件32kg 嘅託運行李咧，完全可以解決到瘋狂 shopping 同埋買手信買多咗都唔使驚。我今次咧只係用咗3500蚊左右，對我嚟講簡直係物有所值。